虽然没抓到人，还好没什么损失。能查到是谁吗？监控里所有的记录被清空了，但我已经让人着手调查了。方辉也跟了你有一段时间了吧？你觉得他能胜任安保部的副部长吗？你问我啊？你自己决定就好了。我这不是问你吗？你说他到底能不能啊？当然可以。来一下我办公室。去那边。请进。有点找我，你这个帮我交给徐若海。好。老婆，这几天你要多加小心，不管对手是谁，他这次没得逞，他还会来找你麻烦。好。还有，所有的文件尽量多备份一份，以防万一。好啦，知道了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，我回去看着爸爸。我等一下去跟苏总吃个饭，还有一些后续的事情要聊。加油啊！在打拳的时候啊，记住啊，这个是重拳，一招制敌，懂吗？还有这个腿啊，弹起来要快、稳、狠，晓得吧？素质，这个职业素质啊，你们要知道啊，好吧？多学习我啊，不是花拳绣腿。我拿全国冠军的时候啊，你们还没出生呢，啊，所以这是你们的工作，回家要多练习，平常多看看书啊。不要搞那些小花活啊！魏哥，你在忙着呢，你升职了？什么？我说你升职了。你小子少拿我开涮你！哎呦我天，你还不信？真的升职了？不对，现在该叫你安保部副部长。不可能，所以我给你。你还不信？来，表示，来，3、2、1，恭喜辉哥升任安保部副部长。升职了，辉哥！真的！今天晚上喝酒啊！喝酒！爸，您最近还好吧？还好，嗨，就是老忘事儿。哎，大飞啊，荷兰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你要好好安慰安慰彤彤。我会的。我现在就你一个愿望，您说。希望你好好带彤彤，好好相处。你能完成我这个心愿吗？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她。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我再去找出真相，替我爸报仇。大飞啊，其实有些问题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想过没有？你爸爸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充满仇恨的样子。爸，但我为了报仇等了20多年，我忘不了。你，爸，我给你买了点水果，我去给你洗吧。
姐，你来晚了，快请坐。真不好意思啊，又这么着急把您约出来。没关系的，既然咱们已经决定合作了，就应该加快速度。谢谢你啊，苏菲姐。又跟我客气。这是一份草拟的苏氏集团借给红鼎集团技术人才的协议书，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。正式协议的签订，我还要跟我父亲说明一下，相信得到他的认可，我们的合作会更加顺利的。这样是对的，你能理解就好。我大致上看了一下，苏菲姐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跟我父亲说明一下，他认可后，我就让法务部按照这份起草一份正式的协议。真是麻烦您了，苏菲姐。咱们公事谈完了，谈点私事。段飞，小雅天天念叨的都是他。我想了解一下他的来历，我不想让小雅受到任何的伤害。怎么说呢？段飞他虽然平时老是一副不正经的样子，但其实他还是蛮可靠的。看来你对他还是很了解的。还好。那你能不能多给我讲一些段飞的事情？小雅太小，现在就这么痴迷一个男人，我怕他会走弯路，也请你理解一下我这个当母亲的心情。苏菲姐，你多虑了。其实我们已经结婚了。结婚了？我和段飞已经秘密结婚很久了，只是这件事一直都没有公开，但他确实是我丈夫。那小雅知道你们的关系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小雅她那么聪明，我相信她一定能感觉到。难怪小雅一直对你的态度不是很好。苏菲姐，这件事儿啊，您完全不用放在心上。我能看得出来，段飞他是真心把小雅当成妹妹，才会这样惯着她、宠着她的。是这样。我没有必要骗你啊，段飞他还是很有分寸的。诗彤，你能有一颗包容的心，真的很难得。苏菲姐，你过奖了。其实最初我只是担心段飞把小雅带坏，现在看来是他介入了你们的感情。没关系的，苏菲姐，小雅她无忧无虑，挺好的。现在我这颗心啊，总算是放下来了。咱们的合作马上就要启动了，你和段飞有真心真意的把小雅当做妹妹，看来咱们的缘分真的是不浅啊。是啊，苏菲姐。啊，那先吃点东西吧。哦，这里的松饼还是不错的，你尝尝。好。喂，谈得怎么样了？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挺好的，我一会儿就准备回公司了。老婆，你能不能今天翘班一天啊？什么？我就是想让你早点回家。反正我也有点累了，那我一会儿就回去。对不起啊，路上有点堵。没关系。你看，是这个吗？谢谢啊，就是这个。你倒是很珍惜啊。不知道其他的事情，你是否一样珍惜？
都是一些旧事，就不提了吧。你说的对，都是些旧事，那就不提了吧。给你的。你这是干嘛？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能收。生日快乐！还记得你那年生日，我们一起写过那些话吗？我想今年我又是第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的人吧。刘峰，我很感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，更感谢你能把手链还给我。但是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我们祝福彼此吧。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怀念吗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如果不是因为这条手链，你是不是都不愿意见我呀？不是的，刘峰，你误会了。我最近公司实在太忙了，脱不开身，不好意思。我知道你和彤彤在谈恋爱，我也不是干涉这些事情的家长，但是在他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给他定了亲，是我和我战友的一个承诺，所以，叔叔，您的意思是要我和石彤分手吗？是的，我希望他顺利地完成学业，接任我的企业，和我所承诺的人结婚。可石彤她愿意吗？叔叔，我和石彤是真心相爱的，你这样做，我不能接受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只是过来通知你一声，和石彤分手。这不公平啊！我已经调查了你的背景，你很努力，也渴望成功，但是你的家庭似乎不太好，无法支持你的发展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张支票，足够你到国外留学的费用。你到了国外，可以受到更高等的教育，然后有更多的机会。我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成功的。您这是想用钱买走我的爱情吗？不是买，是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可以采取任何方式让你离开他。总之，你和彤彤的事是不可能的。段飞，段飞，
个段飞，大半夜又捣鼓什么坏事去？你在哪儿啊，段飞？我在停车场，你赶紧过来。你在停车场干嘛？哎呀，不要问了，赶紧过来吧。哎，我什么情况？你带我来海边干嘛？段飞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我今天已经很累了。我说到了就知道了。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。不。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你有什么事你就快点说，你不说我就回去了。给你过生日。走吧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过来就知道了。这么高怎么下去啊？下来，下来。段飞，你干嘛呢？又在给谁发信息吗？嘘，还有5秒。5、4、3、2、1。在韩国放烟花代表心愿，如果放烟花的时候许愿，就一定能实现。快许愿吧！怎么闷闷不乐了？比起我的私事儿，你是不是更应该关心一下红鼎？突然出现了大股东，让你个韩副总在会议上可是窘态百出啊！云鼎果然是留了一手啊，居然让一个小保安成了大股东，怪不得我怎么查都查不到这份隐蔽股份的所有人。必须再采取行动，继续给运势通施压。这个你大可放心，红鼎集团的资金一直是很紧张，这个我们都了解。启动电商计划需要的是大量的资金支持，
唯一的方式就是贷款。只要我们让天海市的各大银行都拒绝向云石城提供这笔钱，他的计划就没办法实行。你怎么能保证天海各大银行都听你的？那些银行都跟我合作多年了，银行的负责人可都是我的老朋友，只要我不答应，他们谁都不敢向云石城提供这笔钱。高进已经着手去办这事儿，这次我实施了吧？哼，实诚的道，别到最后又搞砸了。放心，这次一定成。让魏天旺也动用些力量，这次我们联合行动，把红岭的电商计划扼杀在来。好。运动好。你可来了，等你好久了。怎么了？先看看这个。目前我们正在洽谈的几家商业银行同时拒绝了我们的贷款请求，并且给出了相同的回复。怎么会这样？之前不是一直合作的很愉快吗？是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次贷款数目比较大，银行拒绝我们在情理之中。但是，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些人为的原因。什么人为原因？你想啊，就算是不同意我们的贷款请求，他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给出相同的回复呢？韩元仓，一定是韩元仓搞的鬼，除了他不会有别人。你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在天海市所有的银行，没有一家再会给云石通贷款。我们在天海市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积攒的人脉，是云石从这个小丫头能对抗得了的吗？啊？现在高兴还太早了吧？云世彤是会手足无措，但那个段飞可不简单呢。对了，还有那个陆总，解决了吗？早就安排好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人已经控制在安全地方了，只要没人泄密，绝对万无一失。看来这次云石彤注定要栽一个大跟头。如果这次我们成功了，红顶那就是囊中之物啊！
来，你好，我们想找一下陆总。请问你们是？啊，这位是红鼎集团的总裁袁世彤。你好。昨天我们已经跟陆总约好了，今天要聊一下关于贷款的事情。不好意思，陆总不在，你们请回吧。不在？怎么可能？我们昨天明明已经约好了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们赶紧走吧。不是，我们……谢谢。我们先走。怎么办？快给陆总打个电话。奇怪，陆总的手机为什么关机啊？先走吧。喂，老大，没错，他们当中确实有一些人与韩元仓跟魏天浪有关系，不过还有一些人可以联系看看。回来了，来，意大利面。好香啊！可是我没有胃口吃。怎么了？电商计划需要启动资金，可是整个天海没有一家银行肯借款给我们。我好不容易说服了陆氏银行的陆总，但是刚才给他秘书打电话，他又突然不承认借钱这件事儿，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可是我听说他在天海的金融圈一直很讲信用的，怎么会出尔反尔呢？我也奇怪啊。不过，我总觉得陆总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难言之隐？难道他有什么把柄被落在别人手里了？一定又是韩元仓搞的鬼。陆氏银行是最有可能给我们提供贷款的银行，不管他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我们都要帮他一起解决。这样吧，我们明天去陆总家拜访一下陆总，如果他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我们帮他解决。那我明天就去吧。快吃吧。喂，你好，哎，是王总吗？哎，你好，我是红鼎集团的总裁助理秦雪，打扰了。你好。你说陆总他既不在银行又不在家，他手机也关机，你说他到底在哪儿啊？陆总不是不在家，他是在赌中。你是说？你看那边，蜡烛是点着的吧？还有你看水果，是刚洗的，上面还有水珠。你是说陆总他现在在家？你确定？看来陆总不在家，咱们回去吧。真走啊？走吧。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呀？如果是以前的话，我就破门而入，把他从里面拉出来。
可是现在是为了公司的利益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什么办法？等。陆总，陆总，陆总，你好。云总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旁边这位是？哦，他叫段飞，是红鼎的员工，也是我男朋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幸会幸会。陆总，我们刚才去公司找您，您不在，我给您打手机又关机，所以就亲自登门拜访了，希望没有打扰到您。哎呀，没有的事儿，真不巧，本来应该请你们到家里坐坐，可是我出去谈个项目，咱们改天再聊啊。哎，陆总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大老远跑你家来，我肚子不舒服，我能不能用上你家厕所啊？哎呀，我是真没事儿，拜托了。好吧，哎，那进来，谢谢谢谢。卫生间在那儿，你去吧。陆总，能用的时间会长一点，抱歉抱歉。他就这样，您别介意啊。要不然，咱们先聊聊上次您答应我们贷款的事儿吧。嗯，好啊，里面请。来，走，喝点水吧。陆总，我们红鼎这次真的是真心实意想跟你们一起合作。哎，水满了，陆总。抱歉了，云总。这次呢，我银行内部出了点问题，所以呢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来。是什么问题啊？你可以说出来，我们一起商量对策。你的好意呢，我心领了，但是你帮不上这个忙。我们公司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真的帮不上你。真抱歉了，云总，这次帮不了你了。陆总，您平时对孩子管得很严吧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看您家里都是孩子得的奖状，小孩子都贪玩，如果没有您在，他是不会好好学习的。这你就错了。陆豪这孩子特别懂事儿，非常让人省心。我从来没有因为学习上的事儿说过他。他是一个自己会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孩子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豪豪一定是想成为像您一样善良正直的人，才这样努力的吧？哎，陆总，那您儿子呢？哦，去爷爷家玩了。陆总，今天是周一啊，孩子不应该在上课吗？哦，他爷爷特别想他，我就接他过去了。那豪豪一定很开心吧？啊，开心，开心，那就好。陆总，我们先走了。这个贷款的事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再见，陆总。段
段飞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还没有问清陆总他银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。哎，你在这儿待一辈子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为什么呀？有件事，你说对了。什么事儿？陆总遇到了困难，但是不是他，是他的儿子。陆豪？马季，你帮我查一下陆总的儿子陆豪的学校。老大，我已经查到了，具体资料我现在发给你。王芳，你在酒吧吗？我在。我现在需要你去彭城小学找一个叫陆豪的学生，我怀疑他被绑架了。详细资料我会发给你，你和马季配合，把他救出来。我知道了。我一直很好奇，冷风笑起来会是什么样子。联络魏天浪了吗？是的。陆总的问题解决了吗？陆总是个麻烦，他最近和云世彤特别接近，合作的意向也非常的强烈，所以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。魏天浪不会乱来吧？柳峰也很担心这个问题，他也派了一个人去盯着。那就好啊，千万不要把事情闹大了，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就行了。我们已经把陆总的孩子给控制起来了，当做一个筹码。只要陆总能够答应我们的条件，不给云世彤贷款，目的达到，魏天浪自然也不会想找麻烦，也会把孩子放，不会有事的，韩总。魏天浪终究是一介武夫啊，做事总会往简单粗暴上靠。藏人的地方在哪儿？安全吗？在天云路的一个仓库里，魏天浪派了很多人把守。那也不能大意啊。不过你要提醒他们，一定要提防段飞，这伙人不好惹。是。你下去。高助理。治病。怎么了？我问你，天云路仓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天云路？哦，那你只不过是红鼎一个废旧的仓库。废旧仓库？怎么我不知道红鼎集团在天云路有废旧仓库呢？你刚从国外回来，红鼎的一部分情况你不是完全了解。为什么好端端的你跟我爸提那边安全问题啊？我只是建议韩总，希望把那个废旧的仓库能够利用起来。高进，我警告你，我不希望你诱导我爸做出错事。错事？志明啊，你还太年轻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韩总的苦心的。志明，这里是公司，注意自己的形象。2杯拿铁。哎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现在孩子都失踪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？你别急，我已经让老公去了，这离学校很近的。我们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吧？越这个时候啊，也不能急。我倒是不想急呢。
不要担心，我们刚从陆总家出来，如果有绑匪看着，我们贸然行动会打草惊蛇，让绑匪转移目标。那我们就在这坐着什么都不干啊？你是不相信我，还是不相信我的兄弟啊？不是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先生您好，两杯的咖啡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正在上课，不能进去。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我找陆豪。陆豪。陆氏银行陆总的儿子陆豪。啊，陆豪今天没来上课，他爸爸说他生病了。你是他生的人啊？我是他哥，刚出差回来，准备带他出去玩。我刚刚一直在校门口等他，他都没出来，所以进来看看。老师。啊，那个，其实豪豪平常很少请假的，今天有点不正常。是啊，他一直挺独立的，一般一个人回家。不会吧？昨天放学的时候，我还看见有一辆黑色的商务车来接他，估计是他们家的保镖吧。这种有钱人家的孩子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哎，怎么这就走了呀？文马基，你帮我查昨天下午这个时候，这所学校门口的道路监控录像，看看有没有一辆黑色商务车出现。如果有的话，把车牌照发给我。对。然后追踪一下这辆车现在在哪里。冷风，跟你说的一样，确实有一辆黑色的车劫持了陆豪。车牌照片我已经发给你了，现在这辆车的位置离你很近。前面的路口左拐。对，沿着这条路一直走。前面那个分岔路口，我追踪不到信息，不知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。我们可能跟丢了。喂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找孩子啊，孩子的生命最重要。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你不能去，他们是针对你的，你这样做啊，会让我们更被动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相信我。喂？什么？啊，我马上回来。我现在要回公司，
你是送还是不送？钥匙给我。行。又输了！我去，不是吧？你都赢了我20盘了。怎么你不服气吗？你现在已经抢了10瓶可乐。嘿，我还不信了。不行，再来一盘。我不玩了，你太笨了，不好玩。你这小鬼，赢了就想收手。不行，不管，再来一盘。去，这样吧，再最后一盘，你赢了我就让我爸给你们每人送一辆小车。我赢了的话，你们输给我的东西就要翻倍。哎，还有这样好事哈？你说的啊，要是我们赢了，你就一人送我们1辆小车。来。林总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林总，我们借一步说话吧。有什么事就当我面说吧。没关系，你说吧。你们现在是不是在找陆总的孩子？你怎么知道？先别问了，救人要紧。那个孩子现在应该在天云路的一间仓库里。喂，马季啊，陆总的孩子在天云路的仓库里，你把具体路线告诉冷风。林总，走吧。谢了。魏天浪的人，不论谁死，我们都有好处。注意，不要暴露自己。明白。喂，张飞。对。韩总，这么慌张，怎么了？刚刚得到消息，陆行长的儿子已经被救出来了，已经被警方保护起来了。胡闹！林总，今天是遇到什么好事了？怎么看着这么高兴啊？哎，行了，快点说吧，什么好事啊？现在先不说，
会再告诉你。来，跟我上去。走，你们先忙啊。哎呦，世红，到底有什么好事啊你？金雪，你今天有没有觉得我的办公室格外的漂亮？格外漂亮？不每天上班都这样吗？到底什么好事啊？偏不高兴。你赶紧说啊！你猜？我的大小姐，现在公司内忧外患的，你还有心情跟我逗闷子啊？秦雪，这句话你可算是说到点子上了。我问你，红鼎集团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有这个各大商场的营业额上不去，电商计划的项目书没做好，没有资金去执行，韩元仓又暗中捣鬼，这么多问题，你到底说的是哪一个？这几点啊，你说的都对。那现在最紧迫的是什么？钱啊！你是说资金问题你解决啦？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你前2天不还治病如耕的吗？哎，上亿的资金，就算你们家有印钞机，也不可能印得这么快吧？你快去准备一下吧，一会儿有贵客的，一定要用最高规格的接待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快去吧。真有这样的好事啊？现在想想真是万幸啊，多亏咱们的人没有参与进这件事情。韩总，还是您大风大浪经历得多，明白权衡。我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份家业，给志明留个未来。可惜啊，这个小子就弄不上道。韩总，志明才刚刚回来，才进入社会，还不知道世道的险恶。您再多给他一些时间，终究血浓于水。您的话，他还是会听。骆总他们什么时候到？哦，他们应该已经到公司了。走，咱们去会会他们。有请。啊，陆总您好。林总，我可实在是，别的话就不多说了，谢谢。陆总，这次真的非常感谢您对红鼎集团电商计划的支持与信赖，您能亲自来签这份合同，是我们所有人的荣幸。林总，您可别这么说了，您的电商项目我们早就想参与进来，要不是因为他们。您这一路上也辛苦了，会议室我帮您准备好了，要不然咱们上去聊。好了。魏总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多少次了？啊？多少次了？你看看你安排的人，没一次靠谱的。这下好了，又送红鼎一笔金子。都是你的错。是。关于红鼎集团的这份商业策划，
我们陆氏银行评估团队经过长时间的分析讨论和评估，一致认为，这是一项具有长远发展价值和高回报率的商业项目。对于你们提出的资金需求量，我们陆氏银行完全可以承担。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。诸位也知道，我刚上任不久，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。袁总说笑了，都说我们银行有钱，其实呢，我们银行啊，不过是老百姓把自己手头的钱放在我们这里托管罢了。可红鼎集团呢，那可是整个天海市的商业龙头啊，老百姓往我们这儿是存钱，往您那儿可是花钱。关于这次的合同书，我们陆氏银行的法务部门已经多次审阅和批注，但有一个条款我们必须严格要求改正，就是利率这一块。我们希望……我明白贵公司的业务和底线，电子商务系统是需要庞大的资金的，但是我们红鼎集团已经将大部分资金都放到了传统的项目上面，况且我们这么大的公司，平时的日常运转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。所以我希望，鉴于这次合作的内容和资金量，我决定，我们陆氏银行贷款给红鼎集团的现金1亿元将免息，并且延长还款期限。石头，陆总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快就答应我们了？这个秘密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自己知道就行了，千万不要声张啊。好。有人为了阻止我们的贷款，竟然绑架了陆总的孩子，但是我替他解决了这件事情。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再加上咱们的电商系统这么好，陆总他自然而然就会给我们资金上的支持了。我的天哪，还有这样的事情绑架？嘘，这件事千万不能声张出去。我已经交给警方处理了。这件事一旦被别人知道，会对我们的计划产生不良影响的。袁总，秦助理，志明。今天的事情我都已经听说了，不管贷款的事情是否真的跟我爸有关系，我都想替他跟大家道个歉。志明，我相信你。至于韩副总的事情，你也别再纠结了。不如这样吧，今天我请大家吃个饭。不用了。我待会儿还有事情，我要先走了。秦助理，我也有朋友约了，不好意思，下次。